維也納係奧地利嘅首都，著名嘅音樂之都，無數著名嘅音樂家喺呢個舞台登場，佢哋都被呢度嘅音樂氛圍所感染，甘願為呢個城市獻上佢哋畢生最動人嘅樂章。喺維也納呢個地方，就連空氣都係音樂做。百年一見嘅音樂神童莫扎特，交響樂之父海頓，被譽為樂聖嘅貝多芬，佢哋都喺呢度成名。呢啲永垂不朽大師成功嘅秘密，正係佢哋幼孩時期所接受嘅歐式音樂教育。著名嘅柯達伊式、奧爾夫式、達爾克羅茲式音樂教育，歐洲教育中強調音樂教育係生活中不可或缺同與生俱來嘅權利精神。活動式音樂訓練以視唱及樂器主導嘅才能教育，正係 ECME 幼兒音樂課程嘅核心。幼兒出生後至6歲期間，腦部及身體各部分急速發展。心理學家指出，幼兒音樂教育對智力及情緒均有正面影響，而且對於日後學習樂器更加係必要嘅基礎。維也納國際音樂學院係亞洲唯一獲 VMEB 維也納音樂考試評核局所認可嘅教育機構。主辦嘅 ECME 幼兒音樂證書班及任教老師也獲當局認證，並由世界級專業音樂家監督，以確保教育質素。學員喺完成課程後，可獲頒由維也納音樂考試評核局簽發嘅證書。課程設計注重兒童多元能力嘅發展，當中包括身體協調、語言、感官及社交等，以各種音樂元素讓兒童掌握聲音和節奏感嘅辨識。而家就睇下佢哋上堂嘅情況。Santa Claus, Santa Claus. Is it the same or different song? Different, yes. Okay, 4 colors, 4 different.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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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anta Claus, Santa Claus. Oh Christmassy, oh Christmassy, you send me to be and for and see. ECME 課程適合6個月大嬰兒至6歲兒童，部分課程以親子形式上課，針對各年齡小孩嘅發展而設計。完成後可獲維也納音樂考評局簽發嘅證書。維也納音樂考評局由多間著名大學、音樂學院及國際著名樂團組成，成員包括 Amadeus Orchestra Salzburg、Jona Philharmonie Salzburg、Holland Symphony Michigan、Ensemble Prisma Vienna、Co Conservatory Orchestra、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樂器啦，咁比起坊間咧就比較多啲，因為有譬如鼓啊、percussion 啦、三角鈴呢啲咧，咁比較我哋會少接觸啲嘅樂器嘅。咁我睇翻 structure， 佢其實都喺唔同階段，咁俾小朋友 explore 唔同嘅嘢咯。咁我覺得佢 structure 好好，咁所以就想俾小朋友嚟試下咯。我自己其實都係一個音樂老師嚟嘅，咁咧即係覺得小朋友咧喺幼兒嘅時間咧去學音樂咧係幫助佢嗰個腦部發展啊，同埋去學習嘅。都係對於音樂敏感啲咯，聽到啲音樂就都會喐身喐勢嘅，同埋即係中意音樂嘅。一喊咧就聽到音樂咧就靜㗎啦。維也納國際音樂學院除咗提供 ECME 幼兒音樂證書班，更有維也納音樂考試評核局認可嘅導師課程，個別教授鋼琴、小提琴、各種樂器級別評核試以及產前音樂課程。